龍舟競賽技嘉年華。咁啊，除咗精彩嘅賽事，唔同種類嘅遊戲攤位我觀眾一齊帶嚟俾大家嘅氣氛啊！準備開始嘅係正式嘅廣州出。鼓手帶領我哋嘅節奏啦，而家去到第一個。我都覺得好快啊！除咗第三節之外咧，喺最遠處嘅第八節9元樂龍舟隊咧，亦都。嗱喺呢一組入邊咧，頭4名衝線咧將會係殺入第8場嘅決賽。好啦，第2名衝線嘅係九龍西醫院聯網龍舟隊啊！成功進入決賽。好啦，見到第4線道林村許願龍咧，亦都係好穩陣嘅第3位衝線啦。你見佢哋而家好似有威。浮波啦，其實咧第2、3、4位咧可以話係真刺激嘅，見到火花，見到啲水花已經係4線當中啦。領先緊嘅都係第2線嘅基本龍。好啦，剩翻3個浮波，佢哋就要衝線啦。帶緊頭嘅咧都係第2線嘅基本龍啦，緊隨其後最外線嘅咧就係華吉國業東戰龍啊。好啦，而第7線以及第8線啊，分別係奇華兵家以及浪客龍舟咧，都緊隨其後啊！準備去到最後一個浮波嘅位置。好啦，去到最後一個浮波位置，可以話係真刺激烈嘅係嚟自第2線道嘅基本龍以及第9線道嘅華吉國業東戰龍啊！暫時眼見嘅時候，領先嘅咧將會係第9線啊，跟住有第2線、第7線道嘅奇華咧，就係浪客龍舟。呢一場嘅比賽就係進入決賽，我哋見到咧準備衝線嘅第9線道華吉國業東戰龍。我首先衝線嘅係第9線道，然後第2線道嘅基本龍啊，小組嘅第3名衝線，第8線道嘅浪客龍舟，然後4名衝線咧係第7線道嘅奇華兵家，最後一隊進入我哋嘅決賽，將會係第3線道嘅的龍。嗱，預先嘅咧將會喺10點鐘就會進行男女子混合賽比賽嘅決賽啊！好啊，我見到會於龍舟隊以及領袖訓練協會嘅隊員亦都成功衝過終點。好啦，另外仲有後頭龍舟會 ，good job。跟隨其後咧，暫時睇到咧，咁就領先緊嘅係第3線道嘅第3線道，第2位嘅係第1線嘅後咧，暫時睇到咧應該都非常之激烈，應該稍為領先少少。第2位嘅係第1線道嘅香港童軍龍舟會啊。係啦，佢第3個咧就係總監啊，成個總監就係香港童軍總會龍舟隊喺第5線道。咁啊，而家亦都經過浮波位置嘅第2線道有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去到最後一個浮波嘅位置，大波18位啊！基本上咧，去到最尾嘅浮波咧，見到我頭先差唔多咧，大家都可以有少少頭，因為咧每一場嘅初賽頭4名都可以殺。
第四名咧，相信應該係第二線度嘅香港同音總會新界地運隊啊！將會有8支嘅參賽隊。觀眾朋友，啱啱咧喺大家面前經過咧就係第3線嘅大埔北18女，準備同大家亮相出場嘅咧係。咁下場賽事將會係童軍邀請賽嘅初賽第2組啊！如果你參加第5場賽事公開賽初賽第1組嘅參賽隊慢慢去到落龍柱道集合啦！如果你係參加第5場公開賽初賽第1組嘅參賽隊慢慢到落龍柱道集合。領先緊嘅係應該係8號線道，同埋3線嘅澳門同軍總會龍舟隊可以話係叮當碼頭啊！第1、2位咧包括好啦，呢兩隊啦，第3位嘅都非常之突出，身穿粉紅色戰衣第6線嘅沙田西區區務委員會龍舟隊。好啦，見到陣詞相當之激烈，分別有澳門同軍總會龍舟隊以及深水埗區嘅少年警訊啊！嗱，而家我哋呢個角度望咧，我都記得你係停牌嘅。究竟係第3線定第8線第1名衝線咧？見到第3線衝緊上嚟，亦都係有快過第8線喎，有機會係第1名衝線。一齊講下終點線位置。好啦，嚟到終點線最後10米嘅距離。線衝過終點嘅係嚟自澳門嘅澳門童軍總會龍舟隊啊，而第2名嘅係深水埗區少年警訊。嗱，跟住第4名咧就係第1線同埋第7線之爭啊，究竟係深東龍定係沙田東區童軍會咧？好啦，第3名咧係沙田西區區務委員會龍舟隊啊，而第4名咧係第1線嘅新東龍啊！恭喜晒4支成功晉級決賽嘅隊伍啊！3名咧將會進入決賽，後3名咧將會進入點賽。好啦，見到咧準備咧去到第1個頭波位置，見到咧真前
非常非常之激烈啊！第二線隊嘅香港中視龍舟隊啦，哇！我跟住第二線隊咧，第三隊咧，淨係離遠望都知道佢哋好有力量啊！我冇錯，齊長程度咧就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話三支隊咧嚟到第二個浮波位置啊！嗱，可以話咧，我哋斜望過去咧係睇唔到邊個領先緊㗎。而家見到第五線隊嘅大埔區青年學校咧喺後勁非常之凌厲，追緊上嚟。不過見到第二線嘅香港中視龍舟隊咧，完全係冇減速喎，keep 住都係高速嘅，去到最後一個浮波啦。咁啊，嚟到最後一個浮波位置，暫時領先緊應該係第二線隊嘅香港中視龍舟隊。嗱，俾緊你睇，我見到第三線隊以及第四線隊，究竟香港中視龍舟隊能唔能夠首名衝線？我喺現場見到2、3、4差唔多平排，不過見到第二線隊稍為突出少少個龍頭，第一名衝線。第一名衝線嘅係香港中視龍舟隊，第二名衝線嘅係李氏中親北魚仔，而第三名衝線嘅係第四線隊嘅醒信安。俾啲掌聲，三支嘅龍舟隊。哇！呢一場賽事好睇啊！嗱，見到第二、三線包括有香港中視龍舟隊、李氏中心特別仔。入到個頭。非常之勇啊！總共有109隊啊！所以咁樣嗰個啊。
中龍男女子混合賽碟賽決賽。現在開始點名。現在開始取齊，一線後少少，一線推後少少 ，OK。Are you ready? Attention! Are you ready? Attention!男女子混合賽決賽，浪客龍舟進發到6處。都有障礙㗎，都要電㗎，係啊，都要行。百幾隻或者其實百幾100。10場中石化公開賽。百幾隻。
取齊，四號龍前少少，好，四號龍留心 ，Are you ready？ Stop！ 四號龍向前一步，二號龍後，四號龍向前一步。四號龍頭繞打頭繞，四號龍向前少少，向前。Are you ready? Attention! 調集兩個，請至實場中石化公
線就係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榮譽會長。將聯龍舟隊準備進入最後30米嘅距離啊！嘅位置咁啊，領先緊嘅依然係第7線道嘅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榮譽會長會嘅龍舟隊。覺得第3名嘅係第2線道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香港3個終點線，中石化中龍公開賽蝶賽決賽。第1名係啱啱完成咗香港童軍新界東龍舟邀請賽。亦都將時間交翻俾頒獎禮嘅司儀。代表大會自從檢討地記控股有限公司陳佩珊女士接受。永利記控股有限公司陳佩珊女士接受。在嚟第3項。你後生仔嚟嘅大佬，幫你影低正都細數埋嗰一班去做。得咗啦，Thank you。朱明先生喺度接受。唔使啦，好快翻嚟啦，排住先啦。呢個青協嗰個，係咪係呢個？後邊可以求呢邊。幾多隻好公乸仔啊！唔係啊，我問你玩唔玩啫？咩咩啊？哎呦！邊啊？哎呦！哦，攞翻呢邊啊！啊，係呢隻，啊呢隻。哇，好靚啊呢一招！唔緊要，唔緊要。哇，呢次真係犀利啊你！係啊係。再玩啦，再。在天上，这个高博讲的最正确。係上到巴士㗎。攞住好大。Later 啦 ，Let's go 啊！我哋幾多錢啊？10。咁低嘅啫。
兩個圍邊一塊，豬肉，呢個係換禮物，呢個係禮物換領處。周圍呢個，呢個我就冇理由呢個先有40厘嘅嘛，冇理由啊！好上個仔，咪殺咁多，咪一個仔出世嗰年嗰幾年，係啊，實在有啲事真係個仔係得㗎。好，送我送你後面係啊，多謝你先啦。OK，俾小朋友啦，唔少。送俾你。跟住就就係嗰啲衞生帽。哇！犀利，嗰度揾翻嚟。我冇洗份，其實再嚟一套。你掟邊個？即刻。你掟有個框關入邊，有個框。有嗰個你揀條衞生。嗱，你執翻俾佢哋俾你。拜拜。你個面面咧，我諗住嘅。係，唔緊要，我哋嚟一次。好啊。唔知喎。媽咪有冇咗Facebook啊？Facebook 有6個龍舟啊！呢個係就嚟啊！為咗紀念佢哋，我哋每年都會有嘅。咁龍船有一支小令旗係俾。拜拜，30秒啊，等埋。睇下係咩嚟先？咁急咁啊！睇下咩嚟嘅？